嗱，前日咧番禺石基鎮啊福田化工廠倉庫大爆炸，咁將近6000人咧被迫係緊急疏散嘅。今日係爆炸之後嘅第3日，咁附近居民最關心嘅就係咧爆炸之後所產生嗰啲白色粉末，會唔會對人體造成影響呢？我嘅陳怡榮去睇過。記者第3日嚟到爆炸現場周邊，喺路邊雜草、菜地蔬菜上邊、花圃嘅植物上邊，依然留有大量嘅白色粉末。距離福田化工廠唔夠200米，係民邊村嘅菜地。菜農阿黃叔呢就好頭赤啦，成塊菜地就嚟收菜，點知呢2日爆炸搞到菜葉全部都有白點，穿晒窿，好似蟲眼咁。200幾蚊一擔嘅菜心，眼睇住見財化水。啲菜用有用嘅，啲菜就冇用嘅菜。會唔會價錢平咗好多啊？如果咁樣嘅話，價錢仲賣得幾仲？就算未揦嘢嘅菜啊，都冇人攞貨，賣唔出去。聽啲菜經過化工爆嗰啲原料開嚟，係對佢產生有冇害嘅。人哋聽見你周邊嗰啲村民生產嗰啲菜，絕對冇人同你買噶啦，就係。今日上晝，周邊幾條村嘅村民齊嚟到福田化工廠門前散步。間廠咁危險，俾條生路嚟行下好噃。我哋村民全體村民呢，就要求佢要撤走呢間化工廠，要佢補償晒一切村民嘅經濟損失，然後先至俾佢搬出。仲有村民話，化工廠對周圍環境影響應該一早評估，及時公佈，唔好搞到啲村民個心囉亂啊！實際佢有冇專家組入去驗過晒個土壤，土啊、水啊、菜啊，佢冇驗過，所以就造成今日咁嘅局面咯，冇嘢㗎。如果係佢早有做晒工作嘅政府部門做晒工作嘅，何來會有今日咁嘅矛盾啫？番禺區政府表示，事故調查期間會禁止呢一間企業進出貨物，及時向社會披露調查同處置嘅最新情況。嗱，化學品爆炸之後咧，化學粉塵一定會對周邊嘅環境造成影響，最直接嘅係人體啦。而家仲有啲農田嘅菜啦。我哋真係需要有權威部門出嚟同我哋講，呢啲粉塵會唔會對我哋嘅地面啊、周邊嘅水啊、農作物造成危害？其實附近嘅化工廠咧係10年前就已經搬過嚟㗎啦，嗰陣係荒無人煙啦。不過10年之後，呢度已經係車水馬龍。今次事件之後，當地政府表示會盡快搬遷化工廠。不過我諗啦，點解措施成日都係慢過事故嘅？好多都試過啦，事後補翻再加啲咁嘅滯納金，好快搞掂㗎啦。不過喺鵝掌坦有棟樓6年幾時間咧都冇交水費，家陣加埋啲滯納金咧150萬。呢2日搞到自來水公司親自過嚟追數添。由於欠費，今個月初自來水公司對康盈雅苑1樓商戶係關閘停水，小區入邊嘅商戶洗衫煮飯，所有生活用水只能靠喺戶外嘅水龍頭去接水。記者一睇份水費通知單，真係嚇咗一驚。根據荔灣供水所俾出嘅呢封公開信呢，康盈雅苑1樓嘅商戶從05年到如今總共拖欠嘅水費、污水處理費同埋滯納金呢，總共有153萬幾。就算係分攤落去89戶，每戶呢都要俾將近2萬蚊。不過啲檔主話啦，唔係我唔交啊，係冇地方交啫。上去自來水公司講，喂，我哋想交水費，你哋又唔嚟收，管理處又冇人搞，你哋係嘛？咁佢話係啊，我哋唔收㗎。啲檔主仲話6年啦，你而家先嚟話有滯納金，有問題一早應該出嚟解決啦。你應該3個月停水啊嘛，你冇可能6年啱去停人哋嘅水，你叫人哋點交啊？你係收滯納金啫，你記者揾到咗自來水公司荔灣供水所，佢哋嘅解釋係話，供水所要收總標收費，但商戶呢要按門前一戶一標嚟交費，2筆數係對唔上㗎。用戶佢係繳交總標嘅水費嘅，我哋隨時歡迎。負責人仲話，之前協調過好多次，實在冇辦法先至要拉閘停水。喺呢個過程之中，欠費過程之中，我哋亦都多次催繳。康盈雅苑嘅商戶就話啦，一日都係啲樓盤開發商衰，分標唔合規定嘅不特止，而家仲要執咗笠，連業委會咧都接埋，成個小區冇網管㗎。而家唯有就見步行步啦，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啦。成層商鋪6年嘅水表都未搞掂，斷估都係當年開發商為咗早啲招商、早啲通水，自己孭隻鑊上身。而家開發商頂唔順執笠啦，咁商戶唯有馬死落地行。
水為財，冇水何來生意呢？不過你自來水公司亦都應該檢討下，一個願交一個願收，只不過係水表嘅問題，你理應牽頭盡快解決啦。嗱，自來水公司唔係慈善機構，亦都唔係官僚機構，生意係傾出嚟嘅，盡快幫人搞掂啲水啦。大學城嘅學生哥報料話咧，喺大學城有成大片嘅公共單車咧喺北亭廣場出邊鋪晒塵，好鬼大晒。嗱，之前亞運嗰陣咧，唔係啱啱投入使用嘅咩？點解就擺喺度？唔通又係面子工程？舊年啊，先至暢通天咁話投入使用嘅便民單車，家陣就用鐵鏈鎖晒喺度。放眼望過去，成個廣場都係大嗱嗱400幾架單車，全部鋪晒塵，乜咁晒啊？咁大家可以見到啦，呢啲單車嘅表面已經係鋪晒塵㗎啦。咁除此之外啦，呢啲單車好多地方都已經係生晒鏽㗎。咁我頭先數咗下，呢度大概係有400幾部咁樣嘅單車。咁附近人就話俾我知咧，其實呢啲單車早喺舊年嘅10月份咧就已經係停晒喺呢度風吹日曬㗎啦。話明公共單車啊，好應該攞出嚟俾公眾利用。成年擺喺度，啲學生哥都話啦，真係好折墮咯。我係覺得好可惜啊！咁多單車停喺度冇人用，係咪好可惜呢？佢仲話自己平時都有租過呢一啲單車，不過就覺得借車容易還車難。嗱，好似有次嘢喺地鐵站借單車踩翻學校咁啦，係咪先？咁去到單車站已經擺滿晒單車咯，搞我要去到港尾嗰邊還單車行翻嚟，哇！真係好慘。咁睇嚟呢啲單車嘅管理的確係有啲問題咁。經過幾番諮詢，老友記陳晨終於聯繫到管理負責人，佢哋就話其實呢度啲單車有一部分係佢哋收翻嚟嘅壞車，仲有啲係攞嚟調到俾各個網點嘅單車。咁講法聽落又幾有道理喎，但係成年擺喺度露天日曬雨淋，有咁樣調度嘅咩？當時建置這個項目的時候呢，就是政府是有給一個地方給我們建一個叫做自行車調度維護中心，讓我們能回收一些壞車、一些舊車，可以回收到這個調度中心去維修，包括停放啊。但是原先這個戰場當時由於亞運會的關係，就是沒來得及建起來，所以到現在為止一直這個批復還沒下來，就還沒建。計埋埋，亞運期間未立項建設，到而家亞運都過咗成年有多啦，仲話批復未落嚟，唔知應該邊個部門出嚟認頭啦。負責人介紹，成個大學城嘅3000幾部單車同埋租借設備都係佢哋公司買翻嚟噶。而家總投資已經超過1000萬，計翻條數，3000幾部單車400幾架都停晒喺度曬日光，冇人用。呢一間公司都真係財大氣粗，有米得滯咯。公司就解釋，原先擺單車嘅地下車庫而家裝修緊，好快就會攞翻落去噶啦。好想問呢間公司嘅具體情況。如果間公司完全係商業投資，咁佢嘅經營狀況真係好有問題。咁如果政府都有份投資嘅，我哋納稅人更加有權過問啦。單車當廢鐵真係太大嘥啦。